中建院乐观预测，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会保3，不过重点也是爱看美国关税要扣到偌悬。也有那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连续4年拢超过2%，通货膨胀的警戒线，物价起的情形可能暂时也无法度解决。 关注界有一寡民众是用税厝代替买厝，不过中间预测讲，明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会连续4档突破2%的通膨警戒线，达到2.02%。根据了解，消费者物价指数内面的储税指数是一直起的，11个月起伏都有2.66%这高。房屋上涨的情况下，是不是能够在政府的那个住房补贴能够也帮我们去做调整？根据中间院的调查，在最近3档内，敢若17.1的厝卡有申请租金补贴，无申请的厝卡有35.3%租价无符合。另外，嘛有要2/7的人是烦恼申请了后会互起厝税。 在厝主的部分，最近3年有24.3%的厝主起厝税，平均的年厝税起伏是2.02%。调起的原因包括有7%的厝主是因为厝的维修成本变悬，阁有要3/7的人是因为房屋税率增加，阁有要2%的厝主是因为厝卡申请租金补贴。明年2档差不多3%的厝主计划起厝税，平均起伏是2.32%。我都很鼓励我所有的房客去申请租屋补助。对于我每次调整的1000块钱的话，他们都可以接受。CPI 的房租它上涨的幅度还是有可能会持续在往上走，想要让台湾的这个通膨下来，困难度是还蛮高的。中建院经济所表示讲，敢要放宽租金补贴的资价，关系到政府的支出增加，嘛有可能推升 CPI， 要严肃来考虑。另外，明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是3.1%，但是美国新政府上任了会有变数。在美国的关税的执行上面，到底会不会造成全球整个景气的衰退？台湾的整个 AI 应用还有软体供应链上面呢，这个角色呢到底是多还是少？那也是在未来在跟美国贸易这边我们会看到的一个状态。中建院有记明年的 AI 应用，亲像无人机、机器人拢会发展甲真兴。另外，明年大股因为目前已经是关点，起跌幅度比今年细，加上无确定悬，资金流动紧，要得个去趁钱无简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